曾經為支持佔領中環而寫過嘅歌詞。我哋開記者招待會，唔係淨係喺立法會 book 一個房，然之後就嗌下團結撐佔中，團結撐佔中咁就算。我哋有一份 press kit 俾大家，表示我哋嘅誠意，同埋一路走來我哋曾經做過啲乜嘢去支持佔領中環。OK， 好，我開始讀呢一份嘅 press release。一陣間讀完之後，亦都有請佔中後援會其他小組組長係出嚟講一啲佢哋點解支持佔領中環，同埋嗰日點解要踢爆民主黨撕破佢嗰個發假誓嘅活動。點解我哋今日揀翻呢度啊？因為2日前民主黨就喺度發假誓啦，對天對地對牧師。OK， 我開始讀 press release。抹黑佔中後援會，不能還民主黨清白。佔中後援會只為單一議題而組成，目的只有一個，就是保證2017年普選特首將會是一個真正的普選，並支持由戴耀廷為首的佔領中環運動。本會於2月5日星期三在皇后像廣場聲討嘅對象係民主黨。該黨早於2010年放棄5區公投全民運動，私下進入中聯辦展開密室談判。民主黨最後生成超級區議會議席，得到議席千秋萬世。民主黨嘅表現在顯示佢哋背棄港人權益，只為一黨私利。現時主席劉慧卿曾揚言：我哋就係天生一副硬骨頭，我哋就係企硬2012雙普選，邊個畫咗佢就唔得。結果令人慘不忍睹。作為真普聯嘅成員嘅民主黨，居然高調違背真普聯嘅共識，暗示放棄公民提名同埋政黨提名，只保留提委會作入閘用途。民主黨真的有誠信及決心爭取普選，支持佔領中環嗎？無數例子證明，民主黨並不真心為香港人爭取符合國際普選嘅真普選，而符合國際普選嘅真普選係佔領中環嘅基本綱領。近日民主黨副主席唔係副主席啦，單仲偕。近日民主黨嘅立法會議員核心成員單仲偕及民主黨中常委區諾軒分別接受網台訪問。如果大家想聽網台訪問呢，我而家就播，但係播出嚟嘅效果唔好，我逐字讀出嚟佢個訪問。大家各位記者朋友，攞住呢個逐字訪問去問尋日嗰20個同民主黨站台底線，未必符合國際標準嘅普選方法。成段説話係咁嘅，訪問嘅人話：符合國際標準係咪民主黨喺政改方案嘅底線啊？民主黨是否接納一份不符合國際普選嘅標準啊？國際標準嘅普選啊？區諾軒答：依我嘅理解，未必係，可以好坦白咁講，未必係嘅，因為至少在我們很多黨員眼中，相比起和中共談判，並不睇重國際分析就政改方案上嘅重要性。區諾軒係咁講 ，OK， 佢嗰日發誓唔係咁樣講嘅喎，你翻去問一問區諾，聽一聽佢，唔好淨係信晒我，自己翻去聽。訪問嘅人繼續問：可否列舉一下民主黨就冇篩選嘅標準有乜嘢具體嘅元素啊？區諾軒答：坦白講，可能我可以回答嘅答案係會令大家失望嘅。2014年1月16號，單仲偕民主黨立法會議員核心成員單仲偕，佢咁樣講佔領中環。點解訪問者係咁講？點解你會支持佔領中環啊？單仲偕，如果你覺得唔可能同中共作討價還價，咁點解你覺得佔領中環可以令香港行多一步啊？單仲偕咁樣答：你問我，我都唔覺得透過佔領中環可以逼阿爺去妥協到。郭鐵川都講埋基本法第18條點。跟住嗰個訪問嘅人話：咁你哋唔係真心誠意去佔中㗎咯喎？單仲偕話：唔係，你咪佔一鋪咯，佔到佢拉咯，坐完出嚟咪放咯，係呢個作用咁㗎咋？你問我。訪問嘅人繼續問：你覺得佔咗中都未必得到我哋想要嘅嘢？單仲偕話：係啊。大家翻去花生台
自己 search。我哋呢個記者稿裏邊已經有埋嗰個曲，大家可以上去聽翻民主黨當日點樣講。我繼續讀我嘅 press release。按民主黨往績加上副主席唔係副主席啊，立法會議員單仲偕同埋中常委區諾軒嘅訪問內容，我哋可以肯定民主黨根本不相信佔中能有效爭取真普選。民主黨對政改不必符合國際標準，亦較人側目。呢個我講緊道理喺度同大家。OK。2月5日，民主黨嘅誓詞係咁樣講，你用呢個誓詞對比翻民主黨區諾軒、單仲偕點樣公開喺網台講，佢嘅誓詞話：為爭取普選，我們一直無懼風雨，堅定前行，走到今天，我們也不退卻，繼續踏在爭取普選嘅道路上。牢獄關不住我們爭取民主普選嘅鬥志。如果北京背棄普選嘅承諾，我們必定義無反顧參與佔領中環公民抗命運動。我們願意以個人嘅自由喚醒全民對真普選嘅訴求。我們願意以個人嘅自由作為爭取真普選嘅助燃劑。我們願意以個人自由和市民共同。同佢之前講嘅嘢，你攞住呢一份嘢去問琴日嗰20個立法會議員。Okay? 我同大家講道理，好吧？民主黨前日嘅宣誓係一場欺世盜名嘅政治鬧劇。佔中後援會喺度係強烈譴責民主黨。既不相信佔中，亦不認同佔中要求符合國際標準嘅政改方案。試問邊度有政黨會如此厚顏無恥啊？各位香港嘅市民，反着佔中精神同原則去宣誓支持，唯一嘅理由係剩低係乜嘢啊？民主黨有意騎劫佔領中環，為自己披上正義之袍，捆綁佔中為一黨名聲之辯，為反對民主黨嘅聲音製造屏障。就算民主黨真係參與佔中，爭取嘅只係提名委員會嘅民主黨入閘機會，目標非常清晰，時機已經成熟。民主黨爭取緊提名委員會自己能夠入閘嘅機會。佔中後援會由去年5月一路走來，參與佔領中環商討日 D Day 1、D Day 2，喺個 press kit 嗰度大家睇到。自發設立街站不下20次，宣傳國際標準5個權利不可少，符合國際人權公約。亦多次跟戴耀廷教授論證交心，互相砥礪，有晒證據，無可推諉。呢一刻，我哋憂心忡忡，因為鬼影重重。如果民主黨騎劫佔中成功，而過咗一個假嘅政改方案，將會遺禍至到2047年。我哋不容許自己做沉默嘅幫兇，做歷史嘅罪人。故此，佔中後援會不得不聲討民主黨發假誓儀式，拆破民主黨嘅政治盤算，還真誠正直於已經犬儒、失望、無力嘅香港市民大眾。誰堅持公民提名真普選佔領中環啊？誰只係諗住騎劫和平佔中放棄公民提名，只想自己民主黨入閘啊？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尋日我 KO 陳志雲嘅時候，我唔記得講呢10個字，我今日喺度講翻。有商台嘅記者，你俾翻陳志雲聽。佔中後援會2014年2月7日，今日好，我安排咗一啲嘅。